赤坎古鎮就係垃圾，屌佢老母，避雷水魚鎮啊，狗都唔去啊！一講到赤坎古鎮呢，評論區就會變成戰場啦。嗱，呢個係好事嚟噶，因為有討論呢就有熱度啊嘛。咁本期呢嚟探索一下網友口中改造之後又垃圾又冇煙火氣，票價仲貴過故宮嘅水魚鎮，改造咗係好定係唔好呢？赤坎古鎮嘅修舊如舊同大眾想象嘅又有咩唔同呢？古建築改造係情懷重要定係發展重要呢？咁首先要了解一下係乜嘢造就咗赤坎古鎮，係華僑啊。而老一輩嘅華僑呢，大部分都係一個心病啊，就係鄉愁。中國傳統文化咧就強調安土重遷同埋衣錦還鄉，華僑咧即使漂泊海外咧，仍然將故鄉視為精神歸宿啊。落葉歸根咧就係華僑早期嘅終極追求啦。2017年赤坎徵收，祖籍赤坎五龍園村嘅華僑關炳良咧，年事已高，都要決定親自喺多倫多翻嚟辦理家族嘅祖產簽約。關炳良家族咧一共有2間房產被列入房屋徵收範圍，一間騎樓，一間普通住宅。關家咧移民海外幾十年，房屋空置咗好多年，都基本上溶溶爛爛嘅啦。咁當時佢選擇嘅補償方案咧，就係一間選擇用錢補償，另外一間咧就係以舊騎樓換新騎樓，希望留翻間祖屋喺度啊。就係想俾啲子孫後代知道赤坎永遠係自己嘅根系所在啊！咁赤坎古鎮改造係好定係唔好呢？咁呢個問題呢，就要從討論最多嘅情懷同埋發展呢2個方向去探討啦。咁發展嘅唯一標準呢，就係睇實際嘅成果啫。咁例如赤坎古鎮修復改造咗好多就要冧嘅建築，帶動咗地方嘅經濟同就業，呢啲呢，都係改造發展背後好關鍵嘅指標。如果從生活嘅煙火氣去討論嘅話呢，呢個就關於情懷嘅方向咯。而講到情懷呢，巴黎大旅店可能就係一個好得意嘅例子啦。2011年，藝術家趙泰來希望認養巴黎大旅店。巴黎大旅店呢，就係由旅美華僑司徒有子喺1932年出資興建。佢嘅建築風格呢，就係以法國哥特式為主啊，融合咗中式嘅尖頂同埋琉璃瓦嘅元素，形成咗中西合璧嘅獨特風格。1934年正式投入運營，係赤坎古鎮早期高端酒店嘅代表啊。從開業到1940年代呢，巴黎大旅店呢，都係因為地理位置優越同埋啲設施先進，被譽為唔係咁隨便就可以入去消費嘅頂級場所啊。2011年，藝術家趙泰來呢，就表示希望認養，仲希望用幾百萬呢，將巴黎大旅店咧建成一個文物嘅博物館，用於咧展出佢所擁有嘅展品啊。11年嘅8月咧，趙泰來咧就同江漢嘅碉樓保護基金會簽訂咗初步嘅協議啊。咁啊，江漢就話咧，阿趙泰來生咧，佢嘅動機係好單純嘅啫，佢嚟呢度都唔係為咗揾錢嘅，佢係希望用實際行動嚟支持我哋，吸引啲人氣，將呢度搞旺一啲啫。11月18號，當阿江漢咧前往辦理相關嘅審批手續嘅時候咧，呢個已經簽訂咗協議，仲準備開工嘅項目咧就俾人叫停咗咯。咁點解呢？因為赤坎古鎮要發展啊嘛，個人情懷喺發展面前呢，必然就係會有副作用噶啦。咁例如翻新改造同埋徵收呢，肯定會引起一部分人嘅不滿嘅。但係呢，有副作用嘅同時呢，又會帶動就業率嘅上升同埋地方發展。你有冇諗過幾多人係通過改造之後嘅赤坎古鎮而認識開平呢個地方嘅呢？又有幾多開平人係因為赤坎古鎮改造而放棄大城市翻嚟發展嘅呢？目前咧又有幾多周邊產業要靠赤坎古鎮帶動呢？華僑都係一樣喎。關炳良咧，佢幾十年都冇翻嚟過，都係因為赤坎要發展，佢先選擇翻嚟睇下。先有發展，再有情懷咧，可能更加符合現實咯。因為改造翻新好咗咧，啲華僑咧，即使面臨故鄉已非故土嘅失落咧，佢都係帶住落葉歸根嘅執念，仲會翻嚟睇下。今年3月，立院主人個女謝美娟90歲高齡都要翻嚟故居睇下。咁但係如果唔開發改造，又或者冧咗，華僑連翻嚟嘅理由都冇啦。而改造翻新赤坎古鎮嘅意義咧，就係家仲喺度，家族榮耀都喺度。咁就算翻嚟要買票，都可以睇下曾經嘅故鄉啊。咁如果冧晒咯，仲睇乜嘢啊？評論區就批評話古鎮改到面目全非，而唔係修舊如舊。咁呢，就要探討一個重要問題咯。究竟乜嘢係修舊如舊呢？咁所謂嘅舊係用咩標準定義同埋決策嘅呢？
修舊如舊最直接嘅問題呢，就係將建築定格喺歷史嘅某個時刻啊，限制咗佢向未來發展嘅可能性啊。以前啲騎樓燒柴煮飯，依家係咪都要繼續燒柴呢？歷史嘅呢個時刻係邊個定義佢肯定係真實嘅呢？而又有幾多嘢值得我哋修舊如舊呢？到咗2100年，今日所有新建嘅嘢係咪又要修舊如舊呢？所以文化嘅傳承呢，需要嘅唔係修舊如舊，而係與舊共生。赤坎古鎮本質上咧就係一個與舊共生嘅好案例啦。咁有網友話依家嘅赤坎古鎮咧冇咩人氣，但係另外一個網友講到另外一個角度喎，就算唔徵收咧，旅遊發展起身咧，啲原居民都係會搬走嘅喎。係咯，發展起身揾到錢，係人都會揀啲更加好嘅地方啦。咁對於應唔應該改造呢，有個網友就講得比較中肯啦。本身咧，我淨係對類似元山墟呢啲小鎮感興趣嘅，但係睇到廢棄嘅小鎮越多咧，我就越覺得好可惜啊！更加覺得赤坎古鎮改造有意義啊！可能統一化嘅審美咧就未達到你嘅預期，但係好似阿江生話齋，好過冇啊！你啲嘢先整咗，保留落嚟先啦，係嘛？覺得改造有意義咧，唔代表就係認同佢嘅，但係咧，你不妨去睇下憲江依家未改造嘅樣。咁你想象一下，呢啲係咪你要嘅情懷？咁你屌佢老母嘅時候，你諗下，你為你嘅家鄉做咗啲乜嘢？赤坎未徵收之前，你有冇嫌棄佢去省城買房啊？咁依家你又會唔會翻嚟建設家鄉呢？你有冇諗過點解係央企過嚟收購古鎮，而唔係國企呢？點解江漢係碉樓認養第一人，而唔係本地人嘅你呢？如果你唔知邊個係江漢呢，你可以翻下前邊啲視頻。改造係好定係壞呢？或者永遠都唔會有共識。畢竟呢，立場主張太多，準則討論太少啊！你又有咩唔同嘅意見呢？我哋評論區開戰啦！我覺得赤坎古鎮幾好啊，我會嚟好多次啊！下期呢，就探索一下門票嘅碉樓有咩咁特別。有得要背咩？要背都唔同你講啊！看人買單肉，20。哇，咁就